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7篇，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3节，马太福音11章20节到2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得安慰。亚伯拉罕受称作信心的老爸，并毋是因为伊做甲非常好，事实上是因为伊的性命拄着苦难。伊当初时上大的苦难，就是因为无有囝。这伫早期的社会标准来看，伊正咧面对着无囡仔的社会歧视。所以，伊所需要是一位通好拯救伊的上帝来安慰伊的忧伤，伊软弱的心。如果咱转来到亚伯拉罕以前的生活，咱来猜想啦吼，伊是一位对伫外邦大城，就是迄两河流域的这个顶游的五里城出来的人，因为呢无有子孙啦吼，所以伫当初时的社会失去了应该有地位的人。创世纪12章记载着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。亚伯拉罕好像亲像无有任何的质疑，伊就起来跟对上帝。希伯来书也是安尼来肯定亚伯拉罕。希伯来书11章第8节，伊安尼讲着：对伫信心，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呼召。去到伫上帝应允要赏赐互伊的所在，伊离开本国的时阵，并毋知要去到伫倒位去。更较明白来讲，亚伯拉罕因为相信，因为谦卑顺服，这一位未捌相捌的上帝，跟对伊的脚迹来行。伊就大大得到安慰。以赛亚先知伫咧面对遐个苦难中的以色列人，伊传达着上帝安慰的话时阵，也安尼来勉励以色列人，着爱归向耶和华因的上帝。先知以赛亚讲：上主啊，希望得到拯救。找求我帮助的人啊，恁着爱听我的话，想看卖恁的源头，想看卖恁的背景，想看卖恁祖先亚伯拉罕，想看卖生育恁的撒拉。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，伊并无有囝。但是我祝福互伊，互伊无数的子孙。我要对耶路撒冷施乐怜悯，要安慰住伫迄个彷徨的顶悬的人。我要互这个彷徨的土地来亲像爱甸园，要互这个破弃彷徨的厝，成做上帝的花园。伫遐必定有喜乐，有欢喜，有娱乐，感谢的歌。重点就是安尼啦吼。这以色列人是毋是愿意听先知的话？因是毋是愿意来相信上帝，来转向上帝？因为安尼就会影响后壁刷落来是毋是会当蒙福的因素。以赛亚举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做例，
重点是提到着亚伯拉罕无有子孙的代志。后来上帝就赏赐互伊有无数的子孙。先知以赛亚又搁讲，上帝要互这个下远的，咱讲袂当生囝绝望的园地，会当生产诚多花园。上帝搁较要互这个丰富之地，就是咱咧讲伫创世内底混沌的大地，诚做伊这个爱殿园，互伊诚做有仰望的人，互人去管理。信的人必然会得到安慰，这是上帝发来应允，这是上帝的允福。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讲的，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甚至赏赐伊的独生子，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得到灭亡，反得到永远的性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子到伫世间来，毋是要定世间人的罪，乃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。约翰福音所讲的，就是非常明白，就是得到上帝所赏赐的永生。马太福音11章，耶稣基督谴责遐个看见伊惊侪神热，这个城市以及这个人民，伊讲这个人却毋知影爱存着悔改的心。耶稣基督讲，迄个时阵，耶稣谴责捌看过伊行过侪神热的城市，因为遐个人无有悔改。伊讲，哥拉辛啊，你要害啊！伯赛大啊，你会惨啊！我伫恁的中间行过的神热，若是行伫头甲西顿，遐个人早就披麻三花服，表示因已经弃邪归正啊！我是来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子，头甲西顿所遭受的处罚，要比恁所受的搁较轻。抵到你甲要弄啊！你要将家己捧甲对天顶去吗？你会摔落去甲地狱去。我伫恁遐行过的神热，若是行伫索多玛，伊今仔日一定还阁存在咧。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遭受的处罚，比恁所受的要阁较轻咧。有谦卑痛悔心的人，就必然会得到上帝的赦免，就要得到上帝平安的同在。亲像耶稣基督伫这个教导的8福所讲的同款，伊讲承认家己的灵性丧香的人是偌尔有福气，因是天国的子民。为着罪恶悲伤的人偌尔有福气，因为上帝要安慰因。谦和的人偌尔有福气，因要承受上帝所应允的产业。渴望来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偌尔有福气，上帝要充分来满足因。用仁慈待人的人偌尔有福气，上帝也要用仁慈来待因。心内纯洁的人偌尔有福气，因要看见上帝。促进和平的人偌尔有福气，因要称做上帝的儿女。为着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受到迫害的人偌尔有福气，因是天国的子民。所以咱注意听，亲像安尼的人，就
必定会当进入伫上帝的国度来得到永生，嘛才会当得到对上帝遐来的安慰。诗篇47篇，万民啊，恁拢着拍扑啊，着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帝欢呼。上主至高的上帝应该受到敬畏，伊是大君王，统治全地。伊互万民降服阮，互列邦屈服伫阮的骹下。伊为着阮经应允的土地，做伊所听的子民夸耀的产业。上帝上去坐伫宝座，万民大声来欢呼。上主上去坐伫王位，扫角拢大谈。恁着唱歌称赞上帝，唱歌称赞，着唱歌学乐咱的王，唱歌学乐。上帝是全地的王，着用诗歌称赞伊。上帝坐伫圣的宝座，上帝做王统治万国。列邦的贵族聚集，要做亚伯拉罕上帝的子民，因为地上的君王拢归属伫伊，上帝大大受到尊重。恳求主来帮助阮有谦卑，会通反省自我的心，互阮愿意诚心实意来承认阮的软弱，领受着主的赦免，得到上帝的安慰，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平安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